主禮嘉賓香港聖公會教省主教長漢保羅大主教。衞生防護中心連維持高級醫生。聖公會澳門傳道地區總幹事兼澳門聖公會聖士提反堂主理牧師范石強牧師。好，1、2、3，讓愛傳出去，零感染好easy。漢保羅大主教致送紀念品俾以下團體。而家有請贊助今日活動嘅合源慈善基金董事美斯高女士致送紀念品俾以下嘅表演嘉賓同埋團體。We now invite Father Des to present souvenirs to the following guests. 我非常之多謝咧愛之家嘅諮詢同埋服務中心嘅邀請，出席呢一次青年節2016年嘉年華會，讓愛傳出去，零感染，好 easy。我哋聖約翰座堂愛之家嘅中心自成立以來，一直不遺餘力為社會大眾同埋青少年開展不同類型嘅愛滋病同埋性教育嘅項目。我哋係應該多啲支持佢哋做得非常之好。最後呢，我係盼望天父上帝大大嘅使用呢個中心嘅服務，能夠幫助我哋香港更多嘅青少年人。咁其實喺香港咧，自從1984年咧錄得首宗愛滋病呈報嘅個案以嚟咧，其實截至今年嘅第一季咧，我哋已經接受咗咧7865宗嘅呈報個案嘅。聖約翰座堂係可以用即係預防愛滋病嚟作為青年節嘅主題啦。咁我期望咧，同各個持份者一齊努力啦，向青少年咧就推廣呢個性健康嘅認知。愛之家係喺香港嚟講第一間由教會主辦嘅喺愛滋病嘅疾病嘅預防同埋推廣同埋反歧視嘅一個嘅好好嘅地方咧。咁而聖約翰座堂愛之家諮詢及服務中心咧，一直都好關注愛滋病嘅情況啦，而佢亦都致力加強公眾對愛滋病嘅認識，務求創造一個零歧視、零感染同埋零死亡嘅社會嘅。示範嘅一個叫做 Chomula 排跳嘅花式，好成功！ I see your true colors, that's why we love you.